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灣仔嘅俊仔啊！不過今日嚟咗北角，但係今日都照同大家介紹一款新翻嘅多功能電鑄鍋。咁呢款電鑄鍋咧，裏邊咧係運用咗304食品級不鏽鋼嘅內膽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個容量咧係1.3 升咧，小設計大容量。咁啊，另外做咗個雙重保護嘅機制咧，可以見到佢個插頭位咧做咗個防水設計、高溫防護同埋防乾燒設計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呢部嘢咧一機多用。係啦，上邊蒸嘢，下邊煎炒煮炸乜都得，係啦，仲可以攞嚟打邊爐，係啦，上面就蒸魚蛋、燒賣、蝦餃、牛肉球、粉果、奶黃包都得。咁啊，呢款產品呢，多功能電鑄鍋，而家做緊1年原裝行貨保養，同埋香港機電工程署嘅標準，真係安心又放心啦。係啦，各大分店限量發售20隻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 DM 我哋嘅客服專員詢問價錢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